兄弟，大家平安，咱做伙来吟诗，信诗第123首，至尊上帝至仁爱。至尊上帝至仁爱，照顾咱人好款待，伊对万物伊创造，咱着诚心来呼师，可惜咱人心无限。咱常通过以西结书的第21章看见这是上帝报仇的刀，这个刀是上帝爱先知以西结先大声预言，上帝刀要出手，然后这支刀是快刀，要来毁灭耶路撒冷。这个刀就是巴比伦，这个刀不是只有毁灭耶路撒冷，也要来毁灭阿门人。今日咱要继续来看第21章。22章是咧讲到3个有关耶路撒冷的上帝的启示。头一个启示是讲到耶路撒冷的误会是对第1节到16节，17节到22节是讲到耶路撒冷上帝要亲像来团练云共款来将这祭带甲伊除去。23到31节是咧讲到伫即个城内犹太人的即个败坏甲腐败。咱要来看今日这段的圣经节。上主对我讲：恁主啊，你着严严审判这个流人的血的城，着互伊清楚知家己所做一切可恶的事。你着讲，至高的上主安尼讲：你有杀害真济人的性命，搁拜偶像拍拉山家己，你受刑罚的时到啦。你犯杀人的罪。搁互家己做的偶像拍拉山，你的时日到啦，你的岁数满啦，所以我要互你受列国凌辱，受万族耻笑。你这个混乱搁臭名满天的城，无论是远还是近的国家，拢要耻笑你。当上帝爱摩西带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伫旷野也要入迦南进前。上帝有通过摩西，甲这以色列百姓，甲因祝福。因若遵趁上帝命令，上帝要赐福互因，互因兴通，互因强盛，互因伫列国中得到公营。但是因若无遵趁上帝的话，上帝要互因伫列国中满天的中间变做是臭名。所以今日以西结搁将一摆将上帝互摩西提醒来点醒这耶路撒冷的百姓，因为因的臭名已经满天的，因互上帝的名得到见效。第6节，你看以色列的首领滥用权力，杀害人民，因有人忤逆父母，欺压寄居的，歹款待孤儿寡妇，你藐视我的圣所，无守安息日。你有人造谣害死人，有人食山顶神庙的祭物，
惊淫乱，恁有人甲老爸母有性关系，甲经期中的妇人人做伙困，有人甲别人的某私通，有人惊淫乱侮辱心腹，有人甲共爸姊妹拍拉散，恁有人摕钱刣人，有人毋若借人钱摕利息，搁放动利，有人跋涉厝边趁不义之财，恁已经甲我袂记得啦。至悬的上主安尼宣告。第22章，咱看见上帝搁一摆来点审耶路撒冷遮所有的犹太人因对上帝所犯的罪过，包括对父母、对厝边、对孤儿寡妇、对上帝的物、对上帝安歇日、对人的性命，也是偶像淫乱、特特淫乱者，甲无共款的乱伦即种的关系。所做成，甚至受暴露来放动利，即个贪心贪财，遮所列出来，就是伫10条诫中间，第5诫、第10诫、第3诫、第4诫、第9诫、第6诫、第2诫、第7诫、第8诫，差不多10条拢有犯，甚至到最后讲的，你已经甲我放袂记，就是头一诫，除了我以外，你毋通有别个上帝。将上帝拢完全放等伫即个脚趾拼，将上帝所讲的遮个诫命，摩西所颁布遮个规矩，拢已经袂记得。13节，因为恁摕不义之财，甲犯杀人的罪，我受去顿倒啊。当我刑罚恁的时，恁兼指责为条，恁的手兼也有溃烂。我上主安尼讲，一定安尼做。我要甲你的子民赶散去列国，四散伫列邦。我要消除你的污秽，恁要受列国侮辱，恁安尼就知，安尼恁就知我是上主。先知以西结，伊是祭司出身，虽然伊还未开始担即个祭司的职，就受掠去到伫巴比伦。但是伊有即个祭司对眼光，也是祭司的规矩，会当看去耶路撒冷，真正是充满即个误会甲拉散。所以上帝顿倒即个现代中文译本和合本是击打手掌，甲头前第21章讲的拍掌，是同款的意思。但是即个拍破拍掌、击打手掌，毋是代表欢喜，是代表受气哦。所以咱的现代台语翻了更较水，顿倒上帝去到顿倒要来刑罚。所以当上帝安尼做时阵，上帝嘛咧讲，安尼恁遮的百姓敢指责为条，因的手敢有溃烂，恁的心敢会当来忍受啊？总是不管安怎样，上帝既然讲遮个话，就是要来做。所以利未记26章、申命记28章，上帝讲的祝福嘛，包括咒诅。若遵守就得到祝福，若无遵守就是要得到上帝的审判。17节，上主对我讲：恁主啊，我看以色列人是一堆贼歹，因亲像提炼云剩落来的虫、铁、蛇、盐的贼歹。所以至悬的上主安尼讲，因为恁诚做无路因的坐台，我要甲恁组织伫耶路撒冷，亲像人收集云、虫、铁、蛇、盐伫大火炉提炼。我要伫我的大受气中，甲恁组织伫即个城内烧羊。我一定要组织恁，用我大受气的焰火甲恁烧。恁要伫火中烧羊。阮安怎伫提炼的火炉内面扬去？恁嘛要安尼伫耶路撒冷城内烧羊？安尼恁就知我上主恁摒大生气啦。即这段对18节17节开始到22节，也是伫耶利米书第6章30节，先知甲耶利米所讲的，上帝要来用火，要来用即个烧的方式，伊的目的就是要来除去遮个贼歹，遮个贼歹就是遮无顺的，遮个物，所以伊要爱有云，
总是遮有真侪遮诶坐台炉渣，吼，遮拢是无路因诶，吼，就会浮起来伫即个云诶顶悬。所以即个火，吼，除了是上帝诶审判诶火，也是一个锻炼诶火，就是要上帝要将遮一切无路因诶，将遮歹物啊，拢甲烧去，遮无价值诶。若有价值诶，伊就当通过即个火会烧，来火会烧。但是若无价值诶，伊就即个中间会浮起来，然后即个做云诶师傅就会将遮个坐带，甲伊好好起来。然后摕去处理。23上主对我讲：恁主啊，你着甲以色列人讲，恁的土地是无清气的地，所以伫我大受气刑罚恁的时，无要落雨互恁。因的先知计谋歹事，亲像好会使拆离蜡物，因杀害人民，抢夺财宝，互真侪妇女成做寡妇。这是曲解我的律法，亵渎我的信物，因无分别什么是神圣甲无神圣的物，嘛无教人分别什么是清气也是无清气的物，搁轻视我的安息日，结果我伫因中间受亵渎，因的领袖亲像豺狼，掠蜡物拆离因，因为着要得到不义之财。害人、处人的性命，先知甲遐领袖暗藏罪恶，亲像人用白火抹壁，因看异象是假的，讲的语言是白插。因讲至高的上主安尼讲，其实我上主并无甲因讲什么。住伫遮的人民惯势压制人，抢夺人的物件，欺负散车困苦的人，剥削寄居的人，拢无照公道。伫遮看到即个腐败，毋是只有伫高庭观战遮的领导者，甚至是对全国对顶悬到下底，对下底到顶悬完全的败坏。遮嘛讲到先知祭司领袖人民，所以君王背叛，亲像好会使吞食人民，祭司黑白解说律法，爱的是祭物，抢上帝物件，无互人知影什么是清气甲无清气的。首领伊若吞食人、咬人的肉、食人的血，爱人的钱财，先知用假意象甲假语言，黑白斗黑白讲，互人听到假的消息，无谨慎、无准备，然后遮的人民拢是共款做共款的代志，嘛是欺压别人，嘛是抢夺别人的物。所以对头烂到底，对下底烂到顶悬，这是耶路撒冷的罪。咱看到这代表，也亲像上帝所讲的，使徒、教师、牧师、先知、信徒伫教会中间，上帝也是安尼期待。君王就是爱好好来行公义，好人民来牧养羊群；教师就爱来正确明白主的道理，牧师甲先知。就爱成做一个好的领导者，就爱来讲出上帝的心意，来互教会行伫正确的方向。这教会就爱受造就、受装备，来亲像耶稣，互教会的身躯会当渐渐来大汉起来。这是伫生育的福音。当时咱看见即个犹大以色列即个国家，伊无安尼来遵行，直到完全的败坏朽烂。30节。我伫因中间伫找，看是毋是有人伫我的面前，为着即个国家修建城墙，徛伫城墙破遐的所在，互我袂甲即个国家毁灭。毋过找拢无，所以我对因摒落我的愤怒，我的大受气，要亲像火甲因烧，我要照因所做甲因报应。至悬的上主安尼宣告。所以上帝完全的绝望，因为伊一再搁互即个国家、互君王、互领袖、互祭司、互人民、互先知有机会来挖头、来悔改。总是因无要听上帝的警告，无要听先知的话，真正是对外口烂口内底虽然有亚利米伫耶路撒冷来做先知，
但是这个王佫将耶利米关起来，甚至禁止伊来传讲上帝的话，甚至连伊的老爸兄哥嘛都来气杀耶利米，所以耶利米除了流目屎，嘛是只有剩流目屎。总是当耶路撒冷城受毁坏、受毁灭的时，因才想起耶利米讲的话，因才知影原来先知以西结所讲的话，真正是对上帝来。今日即章，互我会选的金句是第30节，则讲到我伫因中间伫找，看是毋是有人伫我的面前为着即个国家修建城墙，徛伫城墙破遐的所在，互我袂甲即个国家毁灭。毋久找拢无，咱的国家需要有即个守望者。对以西结一开始，上帝就呼召伊成做即个 watchman， 就爱为着遮以色列家来守望。这是对第3章开始。总是伫耶路撒冷的中间，上帝在找，煞找无人徛伫即个城墙破遐的所在，站在破口当中，来重修城墙了。所以上帝爱让警醒祈祷，毋是世界毋是世界总世界紧张，咱就是爱伫迄个所在来起这段，甲上帝求，甲上帝祈祷，互上帝旨意，上帝平安会当降落伫即个土地，特别像咱台湾花莲所拄着遮个天然的即个灾祸灾难，毋是要人伫迄个所在伫遮来骂来烧指责，也是责备，是爱伫迄个所在来警醒甲祈祷，会当伫迄个破遐的所在，无互即个灾祸灾难过来发生咯。就爱来显出上帝听。今日这段圣经22章，互我的感受，就是我的小学同学，上一句话互我讲，没有坚定的岩石，怎能激起美丽的浪花？这是伫我国小6年级毕业纪念册顶悬，这个同学写的。真正咱就是爱经会坎得考验啊！上帝用火的试炼，除了要来审判、烧羊、烧羊，一切做歹人。这个火，有时阵也是要来试验咱，互咱通过这个试炼，会当搁较有贵重，互咱的品格，毋是草木禾秸，是金银宝石，互咱的性命，互咱的是耶稣基督要起造的工程哦，也会当诚做上帝所拣选来动用的器具，来为主做真好的工，所以咱就爱来面对。勇敢来面对，来接受上帝要互咱的试验甲考验，这是对咱性命搁较有利益。箴言17章第3节，炼银用鼎，炼金用炉，毋久上帝锻炼人的心。爱知影上帝看咱的心比金银搁较重要，咱就要好好保守咱的心来赢过一切，因为咱一生的功效拢是对咱的心所发出来的。今仔日是9月28号，伫1952年，咱的国家就正式来将9月28，来当作是教师节啊。其实真早就开始咧过教师节，但是到9月1952年，用这个空主，伊的这个生日，是阳历来算哦。伫2007年，联合国嘛将9月28号来当作世界小狗病狂犬病日，为着要来纪念来发现发明狂犬病疫苗的这个科学家。然后今日是主日，嘛要举行临时的会员和会，要来做逐年的中级的选举，要选出长老3名，执事有8名，也愿上帝来引带带领，选举的过程会让顺遂，下晡在时下晡咱拢有这个小会，特别要紧的就是要来做每年度的组织甲转型，也愿上帝来看顾，拢会当互咱的。小会员，大家拢会当来分担牧师的工课甲教会的服侍，会当做伙来起造迦南教会，特别伫60周年的中间，会当互上帝旨意来伫咱大家的心上今日的祈祷要用多马书第2章第1节，
讲你这论断人诶，无论你一锤也无通推辞。你伫什么事论断别人，就伫什么事定家己诶罪。论断人诶，家己行诶却甲别人共款啊。所以愿上帝帮助咱，当咱看见上帝诶管教也好，上帝诶刑罚也好，上帝诶审判也是愤怒，总是咱毋是要去论断，咱是爱谨慎咱家己，咱嘛爱知影上帝审判来到诶时阵，咱爱安怎来通过上帝诶审判。会安怎来遵探上帝诶旨意？毋是伫迄个所在只有来指责，咱爱对咱诶心内面开始来悔改，咱做伙来祈祷。亲爱主上帝，愿感谢你，互阮伫先知诶话诶中间来得到学习，也得到提醒。当人诶心败坏整个毋是只有整个家庭社区败坏，连国家社会，连世界也败坏。总是当人诶心了定，心悔改归向上主要对伊家己诶个人、对家庭对伊诶四周围，甚至到社会国家，也要得到接近求上帝帮助阮来锻炼阮诶心，会当来通过逐款诶试验甲考验，会当钦调主你诶旨意，互阮毋是批评甲论断，互阮是用谨慎甲祈祷用谦卑甲顺服来照你诶所爱来行，毋是照阮家己诶意思来行。也求上帝引带带领甲帮助，阮安尼祈祷恳求，拢是我靠耶稣基督诶圣尊名来求，阿门。咱做伙来吟信心223首，徛起至悬稳目所在。徛起至悬稳目所在，彼此安全地带，伊人念伫全灵一门，平安福气有得。我要讲起自然有的，伊做我的山寨，搁也做我的避难所，永远互我活靠。伊要求你拖你落网，得享阮的苦头。伊的心是做你明白，是顾下你无害。暗暝期深，虽然通行，你也拢免惊吓。日时地月的一厉害，我搁上帝无碍。伫黑暗中阮也流血，心通安然平静。日头多情苦人是无，你也无伫烦恼。伊要为你反复施者，保你路途好行，用手扶你保护疼惜，你脚无踏着石。你若求叫伊就应允，顺你尊贵名分。危机要时甲你同在，保你平安自在。愿上主赐福你，保护你；愿上主的面会光照你，施恩互你；愿上主欢喜的面看你，赏赐你平安。阿门。